我感覺那些人就是過來看帥哥，不是吃火鍋的。今日我哋第一間有好多靚仔，食完仲會有浙江牛逼症嘅火鍋店。呢個超紅嘅重慶火鍋店，唔單止服務員係小鮮肉，連啲食材都新鮮到冇得彈。煎切黃牛肉，新鮮到點樣轉都唔會跌。染上佢呢個秘製調料，薑葱味、檸檬味，仲有酸辣甜味，真的是很升華。特別呢個鴨腸同埋毛肚，兩個60秒就已經爽口彈牙，真係新鮮到好似啱從市場處理完攞過嚟打邊爐咁樣，超級無敵爽脆。因為別滿足，我的大腸頭，豬的大腸頭，而不是我的大腸頭啊。這個大腸頭是不是特別的肉人？你要請我吃大腸，做什麼都可以。所以呢個奶茶可以免費加3種料。跟你們說，吃火鍋配正常錢很絕。門口就有免費雪糕任食唔嬲，軟糯扒雞爪啊 ，YYDS 太好吃啦！烏蝦做嘅蝦滑就真係第一次食，真是一點都不為自己省啊！之後咧食下仲會突然之間開始全場跳舞，超嗨！心情我嗰陣時過嚟打個邊爐，心情真的會變好。而且佢呢度啲食材，我覺得真係好新鮮，就是你吃進嘴裡那個感覺真的很不一樣。這麼多菜沒有一個是柴的，就特別有意思。